那绿咖喱里面呢，当然看到我们的材料上面有一个像这个葱一样啊，然后好像是干掉的葱，其实不是，那是香茅，对不对？对，这是香茅。OK， 然后它的旁边有一个草绿色，老师那是我们的绿咖喱吗？这是泰式的青咖喱。青咖喱哦。在旁边那是什么？棕榈糖，也叫椰糖。可是我看到黄色的是黄咖喱是吧？不是，它是黄姜粉。黄姜粉。我要是跟观众朋友说我也有黄姜粉，你们大家一定会说我瞎掰。我告诉你，不是瞎掰，我不是黄姜粉，我家根本就是有种黄姜，因为它开的花很漂亮，所以有朋友送我。那到这个季节，它就开始长叶子，然后就会慢慢开花。好，那我就把它磨成泥就可以用了嘛，对不对？其实味道不太一样。真的哦，它里面是又有调味吗？因为干燥跟新鲜，就是味道就会有差。哦，所以老师，你的意思磨成泥之后要给它干燥？你应该是说，你先把它切片以后拿去风干，新鲜的香味会特别的，然后供的用熊雅。哦，太野了。OK， 所以我们要用干燥过的。对。好，又学到了。好，老师，我们今天的绿咖喱要先操作哪一个部分？从切蔬菜开始。好，简单的开始。这是洋葱。老师我知道了，有人不知道它是洋葱吗？老师好可爱呀，这是洋葱。那我们现在把它切成丝。花椰菜一样切成一小颗就可以了。好，四季豆很多人不爱吃，我们家的人就不爱吃四季豆，只要豆类都不喜欢吃。老师怎么办？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炖给它烂一点。没错，炖烂一点就解决了。所以观众朋友，你可以试着把这些平常家人不爱吃的这些食材用不同的方式去烹煮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像青椒还有这个四季豆，它们就是有一个特殊的味道，有一些很，这个很有一个沁味。但是你一旦把它炖得很烂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对啊，像我还可以分享一下，像这个香茅头啊，就是比较硬一点，这就不要丢掉。我们都会收起到一整包的时候，可以拿来煮那个香茅茶。那还有哪些食材要处理呢？还有一个现在剩鸡腿。OK。鸡腿我们就切块就好了，我们不要切太小块，大块一点。他现在准备穿烫，记得要翻动它一下，这样才不会说有粘在一起，另外一边不会熟。我们就可以现在把浮沫捞一捞，老师，你这不是烫过而已耶？对，煮个熟，等于是煮到熟了呢。然后我们现在下蔬菜。老师的烫法真的是不一样哦。所以他说要先煮鸡肉，然后四季豆，笋片，笋片这个是已经熟的嘛，对啊，这个是都已经熟过了，等它滚就可以了。等它滚就可以。对，等它滚就可以了。现在水已经滚了，我们先关火，把鸡肉跟蔬菜捞起来。
那我们现在来煮绿咖喱酱，先下点沙拉油，洋葱半颗，炒到金黄色就可以。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就下香茅。哦，哎，我都不是这样子煮，难怪我煮的都不好吃。一定要把它的那个香味逼出来。我都是把咖喱炒一炒，然后就这些材料就全部放进去啊，所以我觉得煮出来就是很浑浊的味道。香味道就有点出来了，香茅味。对。然后这个柠檬叶，柠檬叶。老师，像我现在没有冷冻的，但是我有干燥的，效果如何？干燥就没那么香了。啊，那怎么办？我还买了一大包呢。那都没那么香了。那可不可以把它泡水？可以拿来做什么？柠檬胡椒盐，柠檬叶胡椒盐，我很喜欢做这东西。怎么做？就是把你是干燥柠檬叶嘛，对，把它用果汁机打成粉，加上胡椒盐，然后呢？就有一个柠檬叶的香气的胡椒盐。哇，那我终于帮我的那个干燥柠檬叶呢找到归属了哈。OK， 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对，太好了。然后就现在下一点泰式的青咖喱，也是要下去炒哦。这样子下去味道又不太一样了。然后再下点椰糖。哦，椰糖。对，椰糖。我都要一直把它炒香了。要，然后再下点那个黄姜粉。可是黄姜粉就是咖喱粉吗？还是不一样？不，咖喱粉是咖喱粉，黄姜粉是黄姜粉。黄姜是拿来调色，让你的酱汁会亮一点。但是咖喱粉本身它里面已经有很多另外的香料，对不对？对。炒完以后啊，我们会把它倒在调理机里面，果汁机里面，然后加点沙拉油，把它打成酱。打完酱以后呈现就是这样子，这是我打好的。我们只要炒到这样子，然后加一点油，然后把打得动就变成这样子。对，打得动就变这样子。不要冲动去加水哈。对，不能加水哦。OK， 好。然后我们现在下一点椰浆。一样煮滚。老师是把椰浆拿下去跟刚刚的酱一起煮，然后呢？对，我们现在要下我们刚才汆烫的食材，鸡肉、花椰菜，还有四季豆，全部都放进去一起。对。啊，煮滚就行了吗？让它熬一下，它会让它稠一点。那你们在倒的时候啊，那个水不要下，因为会影响到它的浓稠度，对不对？对。香水啊都。哎呦，老师，我这个好想外带哦。太好吃了，我真的很喜欢绿咖喱耶。这个一锅咖喱就可以吃整天。我有时候在家里会煮给我太太吃，就煮一锅，然后让她吃整天。老师已经不错了。我们有一些来宾呢，就是煮一锅卤肉饭，因为很多人啊，像现在啊，很多女孩子了，她们心中很想嫁的这个男神呢，都是所谓的主厨，啊，觉得说，我都可以不用煮，我现在会煮给我吃。哎呀，真的不要做懵了啊，因为你的先生会非常的忙，回到家真的话也不想说，那更别想说他会煮东西给你吃了。所以有一锅卤肉饭不错，但是呢，今天听到我们的苍老师呢更厉害，他就煮一锅绿咖喱，他可以3餐都吃。对，沙等拢吃。沙等拢吃，讲到面前顺啊，老师。现在就煮啊，让它这样比较水一点，是，所以让它稠一下。你让它熬一下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好。就听到这样子啵啵啵，它就是没那么水了。是，
哦，让它静，因为现在很烫嘛，你静置一下的时候，它就变稠度就出来了。OK， 那我们让它静置一下。我们现在绿咖喱鸡啊，已经放凉了，现在盛盘。OK， 好，这是老师带来的经典泰式料理。绿咖喱鸡做法：洋葱切丝，绿花椰菜切小朵，四季豆切段，香茅切片，鸡腿肉切块，滚水下鸡腿肉煮熟，捞去浮沫，再依序放入花椰菜、四季豆、笋片煮熟，待水滚捞起所有食材备用。起油锅，放入洋葱炒至上色，放入香茅炒出香味，放入柠檬叶炒香，加入泰式青咖喱炒出香气，加入椰糖炒香，加入黄姜粉炒香，将炒出香气的香料放入果汁机里，加适量沙拉油打成绿咖喱酱，取适量绿咖喱放入锅中，加入椰浆煮滚，再放入烫熟过的食材，拌匀后略熬煮一下至汤汁浓稠即可。